乡亲啊，继续来看美国原油期货5月高挂价竟然来突破到0块，创下着史上第一届负的油价。也就是讲，这个油商卖油无趁钱无大劲，搁爱来倒贴，嘛来引发着美国股市的崩盘，道琼指数大落将近600点。台北股市嘛随来反应，今仔日是大落到298点。虽然台湾3月份外销订单的金额超过预期，但是全国工业总会认为，刷落来的出口也是只会当保守看待。美国要到期的原油期货25月份高挂期货计销收在每桶负37.63块的美金，尤其强要崩盘。和美国股市同商道琼收盘落592点，台股嘛是心惊惊开盘落41点，盘中更加落超过300点，伫10300点的徘徊。这个整个崩盘造成大家对这个原油需求的下滑，预期接下来这个盘势会稍微震荡一点那主要未来的观察点还是要看这个欧美什么时候要复工。虽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全世界贸易拢受到影响，不过台湾3月份外销订单却是有成长，一个月增加4成到402.6亿美金，金额总共头一季订单的金额超过1000亿。但是显然因为有些转单效应而且台湾因为在这次疫情控制的相较其邻近国家控制比较好，大陆很多工厂复工了，所以原料的供给问题比较少。那反而是因为欧美现在疫情正在蔓延，所以订单减少了。工总对下来的出口状况唔敢乐观，要安怎稳住经济信心，变成政府的重要任务。